今日高雄这冷冷开花时阵，受到极端气候影响，开花率无到50%。致使今年高雄大冈山地区的冷荫蜜，首先敢若是去年的1/3尔。来参加高雄评鉴冷荫蜜的，同款是数量大减，是有史以来上少一年。透早就去园里顺头看尾，搁真有耐心伫咧清芳香。芳龙红月英伊是真头疼，因为安那找就找无顶一粒放入去的芳王，而且伊搁讲今年冷荫蜜的产量干达剩1/3，是这3年来上介惨的一年。这3档拢收了无好啊，今年是上搁较歹的一档，毋过有一个足安慰的，就是讲108年的时阵是完全无收的哦。所以比108年更较好一点啊。高雄的龙眼种植面积大概是1300公顷左右。今年因为受到2月的高温影响，导致它的花芽发育不好，整个龙眼花开花率只剩下3到4成，所以今年的龙眼蜂蜜非常之少。连评鉴得奖的蜂蜜也少了一半，只可以装大概7000多瓶左右。今年高雄冷荫蜜的评鉴伫咧6月份就比完啊，拢总有13个芳农摕到特顶甲头顶奖的认证。得奖的芳农是爱甲因采落来的蜜，拢带入去有因高雄评鉴蜜的专用包装。今年因为产量有减真多，就算讲得奖啊，芳农要是爱去农业局请补助，才有法度减少损失。108年应该是保安糖，啊，今年是第一遍要保安现金。阮无希望领补助，因为补绝对补袂到。我们想要，阮想要家己收，啊，自己你有产品，阮才有收入嘛。高雄市农业局表示，今年虽望冷荫蜜的产量干达剩3成，不过评鉴过的蜜要是照原价伫咧卖，并无起价。按算伫咧8月底，伫咧阿莲办冷荫蜜的文化节，望民众到时加来高官，到支持在地芳农。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。